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来讲，迄讲阮知己的，我知啦，国情啊，迄个北部电台名主持人名，甲你共款一个国啊，做阿国啊，无毋对。啊，朋友你会甲我问讲，阿国啊，毋逐工咧甲你开讲，伊敢有咧做节目？有咯，人迄讲吼，我听伊讲一项节目，所有遮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听到阿国啊节目的人，你会甲我共款的感动。国情谈遮，我哪照伊的话讲互大家听。煞毋知影少年时阵，阿国啊不受罪流浪1、2冬，无倒转去厝里。大日问尔，因老爸看到伊讲：你即摆咧做啥物头路啊？毋正经。爸，我伫北部吼，人拢有法食红呢。食红即句动词，台湾话。目前国情所查字典拢无人有记载。啊，伊意思就是讲，大家咧做生意，你无出资本哦，结果趁到钱，你有红利通好分。安尼吼做食红啦，哦，哪有遮好康的代志？因老爸老紧张，听到知影这有够用，绝对毋是正常的头路。啊，无你甲我讲，恁公司叫做啥物名？爸，我甲你讲啦，啊，隔壁庄迄个在也无，伊就去北部吼，新庄遐种一张木栅仔场，叫我去遐甲订店啦。吼，因老爸听甲安尼尔，就艰苦啊，正经。我第2摆甲骂。迄是阿国啊，因老爸甲骂啦吼，毋是国情迄个骂人啦吼。你踮北部伫咧讲顾交警，对啦，木栅仔场就是交警。啊，即句定店咱嘛知。过去俗语话，你讲一间庙内底有分大马、二马、三马，有诶定店，有诶出钱，有诶食便。上要紧，迄个就定店啊。阿国啊，讲话要结行情，明明着交警咧共看头看尾顾口，讲我做定店。因老爸内行人听来到遮，本来开嘴要甲骂啦，结果雄煞激拗。阿国啊，空中节目讲来到遮，毋是干那因老爸激拗尔，连伊家己主持人原来激拗。激拗台语的动词解说，就是讲若后更甜，用要吼出来啊。啊，毋过又搁吞润又搁啉奶，安尼讲就做激拗。阿国兄就是咧表明讲咱歹囝的日子伫咧过，上界烦恼操烦。就是咱的士大人，这是正。台湾人爸囝母囝中间的感情，事实这也是国情啊整理出来。台湾话动词上界艺术有内涵的所在。